防疫爱顶真出门在外佚佗，才会当安心。讲到这最近休热期间国内旅游是强滚。不过，民众党伫今仔日召开记者会，要提醒民众，最近这诈骗集团锁定订房间网站，因也呼吁政府着爱想办法提升个资保护，也要提醒民众着爱注意新形态诈骗。简讯叫人家来投资，顶诈骗形态多变，连最近各路订房嘛出现诈骗。民众党立院党团找你开记者会，请警政署进来说明。它侵入到就是这一些饭店的这个系统上取得民众个资之后，再回去打回去给这民众交通部说国内旅游补助，环保署阁加料，国内旅游市超好，想要到诈骗集团嘛开始锁定。警政署表示，本地拢无相关案件，不过4个月时阵就接到8挂通民众受骗的通报。伊嘛列出诈骗手法前3名，假投资、假交友投资，阁有解除分期付款的诈欺上济。只要你收到诈欺简讯，然后他有这个请你加入这个赖群组的话，它一律都是诈欺一律都是诈欺。民众党指出，受骗原因照警政署的分析，主要是民众欠缺风险意识，嘛呼吁政府爱管头管理，有效宣传防诈骗，提升民众意识。警政署是表示，顶半冬已经查万挂条的诈骗简讯、诈骗基因，听话要3000通，但要受真侪宣传方面无充足的所在，会继续透过各种管道提醒民众。记者陈彦林、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。